我们今天要用这个信息来分享。今天的信息呢，是从我们这个礼拜的灵修阿摩司书来的。不晓得有多少人曾经读过阿摩司书的，或是请举下你的手。阿摩司，好，谢谢你。你听过阿摩司这个人吗？我们今天要从阿摩司这个人来认识圣经当中的这个人物。我们要先来读这段经文哦。这段经文是阿摩司书的第2章第9节到第12节。我先从和合本来读，然后呢，我们上面的荧幕是现代中文译本。阿摩司书第2章第9节，我从以色列人面前除灭亚摩利人，他虽高大如香柏树，坚固如橡树，我却上灭他的果子，下绝他的根本。我也将你们从埃及地领上来，这旷野引导你们40年，使你们得亚摩利人之地为业。我从你们子弟中兴起先知，又从你们少年人中兴起拿细尔人。以色列人啊，不是这样吗？这是耶和华说的。你们却给拿细尔人酒喝。嘱咐先知说：“不要说预言。”我们一起来读上面荧幕的版本，现代中文译本。请，我的子民啊，亚摩利人虽然像香柏树那样高大，像橡树那样强壮，为了你们，我还是把他们彻底消灭了。我从埃及把你们领出来，在你们40年，把亚摩利人的领土赐给你们。我从你们的子弟中拣选了先知，从你们的青年中培养了离俗人。以色列人啊，这些话难道说错了吗？我是上主，我这样宣布了。但是你们勉强离俗人喝酒，不准先知传我的话。我们再次来祷告。阿们的父神，我们在这里向你献上感谢，因为你呼召我们要来跟从耶稣，并且要呼召你应许我们，当我们跟从耶稣，就要使我们得人如得鱼。主，我们也为我们能够有机会在教会来敬拜，在教会来服侍，向你献上感谢。主，也求你感动我们的心，让我们愿意起来跟随，起来回应，并且透过装备和训练，能够成为一个带领人的人，并且能够效法耶稣基督，来使人得着生命，并且得得更丰盛。主，求你今天透过阿摩司的生命，透过阿摩司的信息，再次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更认识先知，更认识先知的信息，也更认识宣讲信息的神，上帝你的心意。祷告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跟旁边说，先知的话要帮助你。今天我们的先知呢是阿摩司。阿摩司这个人是谁呢？我们先来看他的生平。其实呢，他是离我们非常久，在主前8世纪，所以主前是2000年前，再加上800年前，就是2000多少年前？2800年前的一个先知阿摩司，他所讲的话呢，被彻彻底底、完完全全记载下来。他是谁呢？其实，在那个时候，2800年前，以色列已经分为2个国家，北国叫做以色列，南国叫做犹大。而阿摩司呢，他是北国人还是南国人呢？他是南国犹大国的国民。但是上帝却呼召他去到北国，去对以色列国家宣讲信息。这个信息是什么信息？我们等一下会提到。但是呢，阿摩司他到底是谁呢？他是被训练出来的先知吗？不是。阿摩司呢，他说我的职业在1章1节说，我是一个牧人。他的职业他是一个牧人。你有没有认识朋友是牧人的？没有，大概除了牧师。好。牧师的职业就是牧人，好，但是我在这阿摩司他不是当牧师哦，他是真的是做一个牧羊人，牧养羊群，牧养畜牧业。然后呢，在第7章他也提到他是修理桑树的，好，翻译出来他就是在管理桑树。所以有人说阿摩司他是一般的农夫，他是一般的这个畜牧业，好，但是有人说哦，如果不是这个有桑树园，不是有羊群的话，好。怎么能够有这么多羊群？他怎么能够管理？他能够牧养呢？所以他是一个有钱人，好，他是一个有财力的人，好。但是不论如何，好，我们从这边知道，阿摩司他并不是一个先知，但是呢，上帝却拣选他，一个在养羊的，一个在剪桑树的，上帝却说你要来宣讲信息，而且不是在你的地方，你要去到北边的地方。所以呢，他宣讲的信息是什么样的信息呢？他传承了前面的这2个100年前的先知哦，就是以利亚和以利沙。如果讲到以利亚、以利沙，你就知道哇，这是圣经当中非常有能力的先知。以利亚好，他能够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，然后把这个祭坛上面的祭品全部烧灭。甚至以利亚他能够斗400个先知，他能够和450个这些的巴力的先知能够在那边来斗决。以利亚他充满了能力。甚至呢，以利沙也从以利亚身上得到双倍的能力，
这个灵双倍来感动他。所以以利沙他有能力，他能够用衣服把河水分开，甚至呢他能够吩咐这个熊来吞灭人，甚至呢他还能够叫死人复活，哇！所以以利沙他也得到双倍的能力。但是这么有能力的先知呢，他们在圣经当中有没有留下书卷？没有。好，你可以看见，在列王记里面所记载的以利亚、以利沙，他们有能力，但是呢，他们却没有一个书卷叫做以利亚书或是以利沙书。但是呢，过了100年之后，在北国，以利亚、以利沙他们在北国服侍，因为那时候北国的国民，他们大部分都是不相信上帝的，因为北国他们是篡位出来建立的国家。所以他们大部分的人都是延续这样的咒诅，不相信上帝，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。但是呢，阿摩斯他却承接了以利亚、以利沙的服事，在北国这个悖逆不信的国家当中出来宣讲信息。好，你可以想想，这是一个容易或是不容易的事情呢？好，绝对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，因为他要宣讲的是上帝的审判。所以阿摩斯他的信息里面是什么呢？他提到的是社会当时的几种现象，就是在商业，虽然他们当时的商业繁盛，但是道德低落。在第6章的地方，我们可以看见，这些人他们住在第6章第4节说：“你们躺卧在象牙床上，书生在榻上，吃群羊中的羊羔，棚里的牛犊，弹琴鼓瑟，唱消闲的歌曲，为自己制造乐器，如同大卫所造的，以大碗喝酒。”用上等的油抹身，却不为约瑟的苦难担忧。你可以看到他们住得非常的舒服豪华，甚至呢，他们也可以唱快乐的歌曲，为自己制作各样的乐器，消闲的歌曲。你可以看到他们是非常的舒适，在商业上面、经济上面非常的安逸，但是呢，道德上面非常的败坏。怎样败坏呢？因为他们的贫富悬殊，并且欺压凌辱这些低下的人。在第2章第7节里面。如果你有圣经的话，你可以看到第2章第7节这样说，也是我们今天所读的。他们见穷人头上所蒙的灰都垂涎，连那个穷人头上的灰尘他们都要，并且，阻碍谦卑人的道路。父子同一个女子来行淫，亵渎我的名。他们在旁中，他们在行淫当中，他们甚至父亲孩子一起来做奸淫的事情。所以，已经除了乱伦之外，甚至是父子联手来行恶好，并且去欺压穷人，甚至在第8章的第4节到第6节这样子说：你们这些要吞吃穷乏人、使困苦人衰败的，当听我的话。你们说月朔几时过去呢？我们好卖粮；安息日几时过去呢？我们好摆开麦子，卖出用小升斗，收银用大镯子。用诡诈的天平来欺哄人，好用银子买贫寒人，用一双鞋换穷乏人，将坏的麦子卖给人。哇！你在越看会越生气。他们呢做礼拜说礼拜赶快结束，结束之后我可以去开店做生意。然后呢参加祷告会，祷告赶快结束，祷告会做完出去之后，他继续可以说谎。怎么说谎呢？在他的工作，在他的职业上面，他用小升斗卖给人，却用大碗来收银子，意思就是他赚取暴利，并且呢赚这些黑心的钱，然后呢去卖穷人，把这些劣等东西卖给贫穷的人，因为贫穷人他们没什么好挑剔的，所以就把这些劣等的东西输给这些穷人，就卖给这些穷人，让穷人去用，然后他们享用这些好的，把好的东西留下来自己用，把不好的东西拿去卖给别人。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事情呢？在2800年前的社会就已经是这样子，甚至他们对献祭还有守节都已经失去了敬虔。他们在圣殿当中献祭，他们在圣殿当中来献礼物给上帝，做例行该做，因为他们都是以色列人，这是上帝所吩咐他们要做的。但是呢，他们却没有心，所以在第5章的21节、22节这样说：神说：“我厌恶你们的节期，不喜悦你们的严肃会。你们虽然向我献燔祭和素祭，我却不悦纳，也不顾你们用肥畜献的平安祭。”在这边，神说：“你们献这么多的礼物，参加这么多的聚会，我看都看得很烦，收都收得很腻，因为你们有口无心，你们有行为，但是却没有用心。”这已经是在先知当中非常清楚的警告。
所以阿摩斯的信息，他要跑去北边的国家，对国家，甚至他还单挑这个北国的大祭司亚玛谢，甚至在指出的祭司长他的不对和他错误的地方。所以我们可以看，在他整个阿摩斯书的信息当中，我们周报的第5页，好，也有放上这个大纲。他有对8个国家的宣告，然后有3篇责备的信息，然后最后有5个意象，用这5个意象来警告。这8个国家前面6个都是外邦人，都不是相信上帝的，大马色、以东啊、犹大啊，大马色、以东、加萨、亚门、摩押、推罗。后面这2个，一个是犹大，一个是以色列，他们都是上帝的子民，以色列人、犹太人。上帝也对这些2个国家发出警告。而3篇信息呢，就是指出他们的罪，分别在第3章、第4章、第5章。你可以看出，刚刚我们所看到的，他们在道德上面，他们在对穷人的关系上面，在社会公平公义上面，只顾自己，不去顾别人。所以上帝要审判他们。上帝要审判，怎么让他们知道呢？用异象。所以他用了5个异象。第一个就是用蝗虫来要去大举的吞吃；第二是用火；第3个是用一条绳子。这个判断的绳子，第4个是夏天的水果腐烂，第5个是神自己站在祭坛上面，用这5个意象来警告你们，再不悔改，你们再继续这样的作恶作孽，继续这样子藐视上帝的心，上帝要审判。所以，但是到最后，上帝还是说，当你们悔改之后，神要应许再次来应许拯救。从今天我们看的阿摩司书当中，我们有5个学习，这5个学习好，盼望能够成为我们跟神之间，还有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的帮助。第一个学习，神为什么要管教？管教的目的是什么？使我们与神的距离更近。管教的目的是做什么？使我们与神的距离更近。我们一起说，与神的距离更近。神管教我们，不是要让我们与他疏远，而是要让我们与他更接近。如果你有所爱的人，你就会想办法更靠近他。但是当你靠近他之后，发现他生活上、他的作为上有一些不对的时候，你就会去提醒他，去指责他。所以为什么你会发现很多的争吵、冲突都会在家里面？因为你们是那么样的相爱，但是却是又那么样的怕伤害。当我儿子开始上国小的时候，我就开始要每天盯着他写功课。当他写功课的时候，他会练习写注音符号。写注音符号的时候，他常常会粗心，抄联络簿，今天要抄什么几章几节，好，然后但是他常常在几声的地方就忘记写，好，同学他可能就写的通学，好，因为没有几声，所以呢就想办法要提醒他，提醒几次之后，发现用讲的讲不听，所以呢就要怎样管，之后就是要教，好，教之后呢就开始要，当然不是动手，好，但是我有特别的管教方法，好，是用弹的，好，用弹的。然后当我要弹的时候，他弹到最后，他会记得，为什么？但是他有时候会抗拒，说你为什么要弹我？为什么要弹我？所以因为我已经告诉你很多次啊，你对自己说好，你要写，怎么又忘记了呢？好，他有时候会反抗，但是呢，当我在管教他的时候，并不是要他跟我疏远，我的目的是要他怎样，他能够学习，我希望能够更帮助他，因为我知道如果他这样一直都漏写下去的话，1年级还好，2年级、3年级继续这样子还得了？以后他认的字，好，他所写出来的东西，人家都看不懂。所以你必须要帮助他，要用积极的方式来管教他。上帝也是这样，当上帝看见以色列人行得不好，行得不对，你刚才看我们这个在所看的圣经当中，上帝提出来审判的信息，上帝要用火来烧灭他们。上帝不是要把他们统统赶散，不是要赶走以色列人，而是要让他们的关系更接近。所以2章第4节这样说，上主这样说：犹大人再三犯罪，我一定要处罚他们，因为他们弃绝我的法律，不遵守我的诫命。如果上帝不处罚的话，他们的跟上帝的关系只会越来越远。当然很多人，特别是学生，都说老师最好都不要处罚，老师最好都不要管我们。今天的教育政策都说禁止体罚，好，所以学生打老师。你觉得自从不能体罚之后，不能处罚之后，老师跟学生关系越来越好，还是越来越糟？以前我们小时候，像我们在念国中或是你们这个年纪的时候，我们都是每天去上学，每天都被挨打，打是各种从全身上下各个地方都可以打，好，不是只有打手心，还打手背，好，你有被打过手背吗？在座有被打过手背？好，你们可以去告你们老师，
好，但是呢，好